新加坡的国家公共主体禁止饲猫仔，民众对猫仔接受度即阵愈来愈悬，所以讲今年下半年开始就袂阁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有专家就提出空难的黄金90秒逃生的办法，上大声的就是在就飞机的时阵，就要注意逃生出口的位置。另外，真正要脱离的时阵，千万唔通挂行李嘛，莫穿管大鞋，才袂去拖慢着脱离的速度。而且会记得保持酷热，莫开通风口，才袂去互淹砸着。这逃出来了后，嘛一定要离飞机较远咧，万不伊飞机若是搁爆炸，才袂去碰着。一寡所有的动作，上界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遵守机组人员的指挥，才会当争取黄金时间。时间等去到2007年8月20日，伊当阵发行一架飞去日本沖縄的飞行机，安全降落了后，引擎向庆恩漏油导火，百外旅客伫94秒以内全部走出来。因若机师伫导火106秒了后，靠逃生索啊离开驾驶舱。专家指出，万不离飞行机若发生事故，想要全部的人安全走出来，关键就伫机组人员甲乘客敢有法度互相配合。如果不能逃生的话，那空服组员就会互相发挥机组员管理的机制。你要往哪一个是可以协助乘客逃生的门，协助办理，那空服员就会有人先下滑升梯，在下面接应，另一组的空服员就会在上面指示乘客如何依序办理。专家表示，所有飞行组员每半年拢爱接受安全紧急逃生的训练，伫启动疏散进前拢爱有拍算。因为飞行机还未降落进前是上界危险的阶段，爱监督乘客袂当甲安全大透开。飞行机停好进前，空服员爱观察出口的4颗螺仔敢有障碍物。另外，乘客嘛爱注意逃生的事项。第一是坐飞行机进前，爱先观察出口的位置，若不然若发生危险，就要冷静听空服员的指示。上较重要的是逃生的时阵，个人行李就先莫砸，关达嘛爱脱掉，避免逃生冲起的腿去互尖尖的物件搞破去。要拿到飞行机了后，都要离飞行机的残骸较远咧。穿着比较轻便，而且轻便的鞋子，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我们万一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能够逃生的非常顺利。在90秒之后的话，可能生存的几率会大幅的下降。例如飞机里面会有许多的浓烟，甚至机体可能产生爆炸。专家表示，掌握飞行机顶逃生黄金90秒的时间，生存的机会会加真大。关键是机组人员甲乘客拢要保持冷静，互相配合，才会当互所有的人员安全脱离。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无敌铁金刚的日本作者永井豪，伊的纪念馆是伫咧轮岛市，去互这回大地震引发的火灾烧了了，各有一珍贵的原果嘛拢有有去。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荷兰扩大限制半导体出口去中国。ASML 公司部分生产设备的出口许可证已经去互政府撤销。英国《Times》报道，中国的电动车品牌比亚迪，去年第4季伫咧全世界卖超过52万只，打败特斯拉，这就迎头大位。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梅南德兹涉嫌贪污，检察官这阵佫提出新的刑事指控，讲伊受乌西帮助生理人摕到卡达的投资。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昨有一个查甫人撞入去开枪佮放火，不过这犯案的动机还未查出来。我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乌克兰顶礼拜攻击罗西亚的边境城市，说讲这阵罗西亚是扩大轰炸要报复。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甲东北部的城市哈尔科夫，拢已经有900人伤亡，而且真侪电力设施害去，至少有25万人无电通用。空袭警报一日前无偌久就看到爆炸火光甲烟雾。乌克兰两座大城，首都基辅甲东北部的城市哈尔科夫，彻底搁再互俄军大规模来攻击。2024年一开始，乌克兰人民就伫惊吓中来度过。А потом, як оно упало, сильно бахнуло, и начали лететь стекла, окна в квартире. Боженька, это какое страхиття страшное. Подумайте, только за что? 这是俄军对顶礼拜5开始连续第3天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
敢若车里一天的轰炸，就造成2大城至少5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基辅部分的电力设施被炸歹去，25万人在3度的低温中无电通用，寒到要死。І лише за кілька днів цих останніх днів від 29 грудня і по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я застосувала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вже майже 300 ракет та більше 200 шахедів.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军方指出，俄军甚至发射载了因素的飞弹匕首，不过拢予美国爱国者飞弹炸落。英国媒体无多证实乌克兰的讲法。俄罗斯是讲连续轰炸受到保护。乌克兰顶礼拜六攻击俄国边境的城市贝尔哥罗德，造成25人死亡。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будем наращивать те удары, о которых я сказал. Э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Не одно тако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а э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проти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безнаказанным не останется. Это 100%. Сомнений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普京也讲，俄国将压战略主动权，也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拖延将近2年的冲突。不过，军队是按照俄国条件才可能落幕。俄军动作真接，邻国波兰也唔敢放松。波兰军方顶礼拜指控，俄军一粒飞弹飞入波兰的领空。测里俄国在发动攻势时，波兰已经派出4架 F-16战斗机，严防俄军飞弹侵入领空。公视新闻是婉玲编译。来看另外一场战争，红城以色列将是用无人机攻击哈马斯伫咧黎巴嫩的办公室，造成哈马斯的政治局副主席艾鲁里死亡。伫咧贝鲁特郊区大四的这栋建筑物被炸出一个大坑，楼顶也阁看到手电闪闪烁烁。根据贝鲁特国际安全官员，也个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指出，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艾鲁里，也个也保镖等人，伫咧以色列催利的无人机攻击行动中死亡。约旦河西岸的希伯伦民众将哈马斯的旗仔上街头画声，讲要报复。57岁艾鲁里是以下冲突要到3个月来被暗杀的哈马斯战局上悬的政治领导人。以色列进前讲，伫咧加沙拍死哈马斯几多位指挥官甲官员，不过艾鲁里死亡上引人注意，也是敌对行动以来第一遍对黎巴嫩首都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是哈马斯的盟友，自加沙发生冲突以来，差不多每天拢伫边境甲以军战斗。אנחנו ממוקדים בלחימה בחמאס. מתחילת הדרך וכך נמשיך לעשות את זה.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发言人讲，对相关情势发展正担心。另外，红海上船的航运危机也拢无停，也门反抗军清零运动3不五时就会发动攻击。美军组建多个联合部队保护这条重要的航道。法国驻联合国大使李维埃表示，安理会按算伫咧初三开会讨论红海的情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介伊，因为处理校园内底反犹太活动的态度无适当，加上潮湿的风波，才做半年就落台啊，是哈佛有史以来任期上低校长。介伊伫辞职批内底讲，做出这项决定并无简单，不过伫甲董事会参详了后，考虑伊的辞职对哈佛大学来讲上好。安尼最后正法度甲焦点放伫机构，临时个人，伊的职批会由教务长贾博暂时来代理。53岁介伊，去年7月就任哈佛大学第30位校长，正做1636年哈佛大学创校以来头一位非洲裔校长，第2位女性校长。过半年时间，身为海地移民后的伊，正做哈佛大学史上任期上低校长。I think it's a loss because I think she really didn't get a chance to really be heard. I think she just did too many things wrong, especially with her testimony in Congress. I think that was just, the kind of final tipping point that should have led to her removal immediately. 去年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哈佛大学无严肃来谴责攻击行为，学校内底反犹太情绪是真悬。部分哈佛的金主对着介伊的处置是真失望。去年12月初5，介伊伫国会听证会答复是无清无楚，引发更加多批评。Dr. Gay at Harvard. Does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violate Harvard's rules of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Yes or no? It can be,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So the answer is yes, that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violates Harvard Code of Conduct, correct? Again, it depends on the context.
随后校方阁收到介伊做篇学术文章涉嫌抄袭的指控，校方董事会原本已调查发现介伊引用不足，也阁无违反研究规范回应。不过过去几礼拜，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一直报道指控介伊抄袭案例一直增加，甚至包含博士论文。部分人士批评校方对介伊甲学生的学术要求标准无同款。校方董事会初三声明表示，深切的悲痛来接受介伊的请辞，并且俄罗伊面对风波表现。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美国的交通意外，纽约州的下年活动咧散场的时阵，有车是弄入去人群内底，至少造成3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这嫌犯嘛因为伤势相当，当场死亡。目前当局是认为讲这毋是一场恐怖攻击。另外，伫咧加州的湾区，1月初一度地铁摆尾，2只车厢导火烧，交通治安咧拍紧。纽约罗彻斯特跨年音乐会，初一透早都结束，民众准备散场。一台福特旅行车突然冲向民众，结果弄到一台停伫路边的3辆旅行车，当场引起爆炸，造成3辆旅行车内一对翁仔某当场死亡。另外至少9个人受伤。消防人员将火拍发了后，伫福特车内驾驶库位发现10几罐的加速管。罗彻斯特警表示，35岁嫌犯艾弗里犯了后受伤严重死亡。Although the motive behind the crime remains unknown,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ad with his family so far leads us to believe that Avery may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possible undiagnosed mental health issues. 警方伫伊住的旅馆内找到遗书甲日记，初步判定是一件有模犯案，也毋过无发现甲恐怖主义相关的证据。Not how we want to start 2024. You know, you say you want to start with the bang, but not like that. 美国加州湾区的捷运系统 BART 伫元旦早起9点15分左右发生列车摆尾意外，阁有2只车厢导火，乘客表示先是闻到烟味，刷来就看到火光。So somebody behind us was like, just jump. So we just jumped in this outside, like Mission Impossible almost, but like not in a cool way, like in a very bad way, like scary. 列车摆尾造成双向交通停顿 ，BART 紧急透明修理，搁伫初二宣布恢复正常营运。上新调查情况显示，这一系列事故的原因真可能是人为疏失。公司新闻简文编译。印度针对出车祸了闹跑是有新的法律，会当判关10年，罚代票26万。不过，即阵有卡车司机是骂讲，法令无经过协商，搁罚甲遮尔重，所以讲就集体罢工。即阵汽油甲菜市水果无人送，就造成加油站欠油，菜车的物件一直起价。司机大家执法斗阵，大发口号，因开的卡车停伫路边。印度卡车司机拜二发起罢工，抗议新颁布调速道一坏伤严格，针对盗走行为的处10年有期徒刑，也就是至少70万卢比，大约是26万块代票罚款。司机讲，即要伫4月7日生效的新法无经过协商，因每个月工资才7000到8000卢比，哪有才调付得起70万卢比的罚款？规气卖开啊！一个汽车司机集体无爱开车，结果是无人运送汽油，部分加油站被逼关起来。也若是有油通加的加油站是一堆人排队要来加油。बहुत भीड़ है पेट्रोल टंकी में अब तो हर जगह भीड़ चल रही है और कितने दिन तक बंद रहेगा वो पता नहीं है。也若市场也因为运送青菜水果的汽车拢无开，供应量减少，也造成这菜价起15%到30%。मंडी पूरी सुनसान पड़ी है और ये कानून लागू होने के कारण बाहर से गाड़ियां आ नहीं रही माल की और माल नहीं होने के कारण ये जो छोटी मोटी जो दूसरी सब्जी आई है सब महंगी हो चुकी है और इतनी महंगाई से पब्लिक कैसा लेंगी कैसा खाएंगी। 有卡车司机罢工已经引起民众生活。印度中央政府拜二暗时让步，同意甲汽车运输大会达成强势进程，暂停实施这个新法，希望司机赶紧转来开车。印度旧的调速道一法规定，调速道一者若是判刑确定，敢会判处上悬2年有期徒刑。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美国2024年开盘势面就真歹，三大指数敢若倒空起小看。也若是苹果公司因为评级去互降级，股票嘛大落3.6%。美国20指数头一个交易日结束去年底连续9礼拜起的趋势，道琼一个开盘就落，中场以小看起25.5点收盘。纳斯达克100指数是出现10月底以来过一天落上济，是大落1.63%。费城半导体嘛落真强，落的幅度超过3.6%。主要是因为巴克莱银行以 iPhone 需求减少为理由，甲苹果评级调降到减码，致使苹果的股价大落3.6%。其他大型科技股，包括辉达、Meta、甲微软等等，嘛同款跌咧落。
you get people with more true positioning and selling some winners and maybe broadening out their portfolio. So you're getting a pretty big movement, which is just sort of the opposite of what we had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另外，美国经济失利率加悬，显示投资人对美国今年降息的预期减弱，嘛互科技成长股卖压震荡。不过，分析认为讲，美国起这优惠并不是无健康，因为美国三大指数去年在 AI 甲通货膨胀回稳乐观的气氛之下，呈现2位数起的幅度。市场的脚步有小可动点，消化长时间起的趋势，这是真接看的现象。无定到后一个财报季，就会当看到股市找转来起的动能。因为这礼拜就要公布的联准会会期纪要，还有美国就业数据的报告，也是未来这几日间影响股市走向的关键。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新加坡八成居民是住伫咧国家的公共主体，规定禁止饲猫仔。不过，近期调查有够些民众认为饲猫仔无啥关系，所以讲今年下半年开始都袂阁禁。这只叫做哈利的猫仔叫袂停，想要食物件，伊伸出尖叫，甲主人小酒问了后，总算得到物件。新加坡有8成民众住伫方叫做租厝的公共主体，一开始也过当饲猫仔。因过伫1989年国会修法了后，就禁止猫仔进入公体，理由是会那么伫公共区域放流、叫声吵人等等。也毋过煞温存住户饲一只小型的狗仔，若有人饲猫仔，方法险毋但系方法大约代票9万外，猫仔也会互赶出去，也毋过也是袂少人伫厝偷偷饲。We knew that rule existed, but that it wasn't actively enforced. We understood that, and we were being responsible owners in the sense that we made sure that the girls didn't go outside, whether to urinate or defecate on our neighbors' homes or their plants or one of those or whatever that. 那种医疗路专门收养、防弃养的猫仔，出来客厅已经互规定的猫仔占据。听讲政府今年后半年有希望解除当34年的禁猫令，伊欢喜佮烦恼，因为伊是规定开放一个家庭上侪只会当饲2只猫，伊烦恼其他的猫仔毋知要去倒位。新加坡政府会愿意改法令，是因为去年官方一项民调显示，有9成民众认为猫仔是适合饲的宠物。包括伫国体内也适合饲，所以规定未来国体饲主只要出伫执照，各位猫仔实体晶片都会当合法饲养。当地伫社区研究家猫的人数真贵，安尼也对缓解流浪猫的问题有帮助。To the cat rescue community, when the new law kicks in, it helps to mitigate some challenges that we are already facing, like the escalating cat abandonment issues. 那伫澳洲也有一只真受注意的猫仔芳村赛选手欧里，伊甲主人为杀敌出发了后，找衫总算到无特地火巴特，看比赛就有一民众举牌的人家也补上也等礼物。Merry Christmas, Ollie. Yeah, he's become quite an international celebrity apparently, which is quite amazing. He's just an ordinary little moggy. 主人看到欧里引起遮尔侪关注，感动甲强要哭出来。这只猫仔过去5年来陪伴伊航行澳洲各地，伫眼中毋但是好朋友，也是旅程中上好的伴侣。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